台南客家主祭宫上白搭是闹热的地方民俗，进前被列为文化部重要的民俗活动。庙方伫2019年发现一批16米甲8米的底片，所以讲委托南艺大加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进行修理加数位化。这一部沉寂50几年的影片，可以重出江湖，可以让大家来回顾、来回味一个历史的传承。因为主祭宫是少数有丰富的相片甲影像的单位，所以讲经过修理的影片，才会当表现出1970年完整记录的大型宗教的民俗活动，对于庙宇的文化保存有真重大的意义。100年的香炉，伊这是非常有一个历史，我们可以找寻历史的记忆。透过影片的播送，会使看到60年代客家上白搭活动，同时也当看到庙方对着保存文化的用心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